墨西哥、土耳其嗰啲咁高喎、即係佢可能比印度高啲啦，比越南高啲啦，但係比墨西哥、土耳其就冇咁高喎。喺中國呢啲成本係低啲，中國唯一咧問題就係人工貴過越南、貴過柬埔寨嗰啲啫。但係佢產業鏈喺晒度啊嘛，佢要嘅貨係會容易好多嘛。所以特朗普呢個政策咧，今次主要埋單嘅人80%，根據呢個 Summers 經濟學家攞個小諾貝爾經濟學獎嘅。佢就計算出嚟，主要係美國人埋單80%嘅關稅，由美國人埋單。咁個原理係點解咧？嗱，我舉一例，一個 Benz 進入美國可能要徵收3-4成嘅關稅啦，連埋之前嗰啲6成嘅關稅啦。咁美國人咪買少咗 Benz 咯，買少咗德國進口車、日本進口車咯。咁咪諗住買翻美國嘅自家製造車咧。佢今次係對全球180幾個國家徵關稅啊嘛。而福特或者美國其他嘅車廠 Tesla 也好，佢哋嘅原部件零件喺邊度嚟啊？都係要進口嚟噶嘛，啲產業鏈喺晒其他國家噶，喺印度啊，喺越南、喺中國噶，喺日本噶，係咪啊？福特自己做汽車，佢同樣道理貴咗2-3成喎，你進口收人哋咧貴咗6成，佢嘅零件進口咧都貴咗2-3成，零件進口貴咗2-3成，因為咧美國仲有人工係貴過喺其他國家噶嘛，所以最終咧福特做出嚟嘅車咧係唔會平過 Benz 喎，唔會平過 Toyota 個成本，所以結果喺美國消費者基本上有80%咧由佢哋支付翻個關稅，呢個係必然係會造成美國經濟蕭條嘅，呢個清楚啦。所以特朗普如果呢個經濟政策 work 咧，佢攞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佢違反咗幾百年嚟所有經濟學、歷史學對於經濟理解、活動理解嘅解釋啊，而佢啲支持者因為知識水平不高嘛，所以咧佢哋就接受咗佢哋嗰套嘢喎。呢個係第一步，第二步啦，呢個嘅對等關稅，佢係漠視咗咧經濟係有比較優勢概念嘅。有啲國家就擅長生產呢啲，譬如話泰國啊擅長生產芒果，即係舉例日本咧就稻米，咁日本咧稻米咪有啲保護咯。泰國芒果有啲保護咯，咁泰國出口芒果日本係出口稻米去歐洲，用呢個方法咧去互相獲得一個平衡點嘅。美國強嘅地方喺邊度啊？金融啊、股市啊、債券啊同埋服務。美國就唔係強於製造業啊嘛。喺過去嘅30年，美國嘅製造業係唔 work。點解唔 work 啊？因為有高環保嘅標準。歐洲同美國都唔 work 嘅，有高環保標準，所以啲廠就搬去中國、搬去越南、搬去印度。而家佢咁樣做咧，佢就逼嗰啲廠搬翻去美國，一啲大嘅廠，台積電嗰啲係得嘅，因為嗰啲唔係咁污染嘅行業。但係有好多係污染嘅行業係點樣咧？搬唔到翻美國㗎，所以最後支付關稅嘅人就係消費者，因為佢哋真係搬唔到翻美國㗎嗰啲行業，嗰啲高污染嘅。咁好啦，美國過去嗰幾年咧係全民就業嘅。咁如果你啲企業搬翻去，咁你就請唔到人啦，請唔到人你就用更高嘅價錢去請人，咁最後咧美國嘅人工咁高咧，個消費者又要支付翻嗰啲高昂人工製造出嚟嘅商品喎，咁所以成件事係揾緊美國佬咧去笨喎。咁好，而家呢一個步驟咧，我係合乎翻我2-3個星期嚟咧個對美國關稅嗰個估算啊，我就認為咧。關稅一旦推出，亞洲咧或者新興市場咧係會獲得最大嘅利益嘅。咁啊，從股市就睇到啦。嗱，今日就休市啊，下個禮拜復市應該會跌深啲嘅港股。恒生指數咧喺琴日只係跌咗1.52%啫。上證啊基本上即係冇乜點喐啦。深圳1點幾個 percent。台灣加權指數今日放假啦。琴日咧就係前日應該係微升添嘅，仲有。咁美國咧跌成6%、5%、4點幾個 percent， 道指4%，咁跌咗1000幾點喎，唔係講笑喎，道指1007點喎，累計咧成個星期咧跌咗2000幾點，咁拜登嘅時期美股係創咗新高嘅，咁而特朗普而家呢一種做法咧，佢希望洗牌，因為以往咧拜登嘅時代或者係過去克林頓以嚟，美國咧就係精英發大財，有買股票啲人發咗大財啦。或者係華爾街啊，或者係加州啊，嗰啲所謂嘅精英 ，LA 嗰啲精英就發咗大財。咁但係咧，中部啊、南部嗰啲所謂嘅農民、工人咧，佢哋覺得失去咗優勢。而特朗普就係 target 呢啲工人、農民，
而打壓啲精英，希望重新再洗牌，希望咧呢個嘅工業咧搬翻去美國啊嘛嚇，搬翻工業一旦搬翻去美國，咁佢咪可以令到自己國家強大起嚟咧？佢個 logic 係咁樣嘅，係同埋嚟緊咧機械人啊 ，Tesla 做好多機械人啊嘛，就唔使擔心人工啦。但係起碼有個10年8年嘅過渡期喎。咁呢10年8年美國人就要面對極高嘅通脹咯喎，你要理解呢樣嘢喎。而家咧個睇主要股市你睇到啦，啲主要資金就會去新興市場同亞洲避險。美國就係重災區，然後第二就係歐洲啦。英國雖然咧只係加10%，但係都重喎，因為咧預計歐洲會有報復啊嘛，所以咧德國、法國咧跌3-4%，繼續跌落去意大利跌6%，波蘭跌5%反而咧即係其他嘅新興市場，印尼咧就微升喎，唔係講笑啊印尼係之前嘅，當然呢個係。其他國家有啲都微微地升喎，或者係跌得少啦。越南咧雖然加關稅加咁重，但係都係跌咗0.21%啫。個原理就係因為咧，佢哋都知道啲企業咧其實唔會因為咁生意少好多。點解？因為美國人焗住要買，嗰啲工廠要搬翻去都要1-2年啦，至少係咪？咁所以嚟緊1-2年咧，美國人都要繼續買貴貨，但係美國人咧只能夠節衣縮食去買貴貨，因為特朗普搞錯咗成件事啊嘛，佢覺得人哋揾佢笨啊嘛。其實因為係比較優勢人哋工業生產，你買佢嘅嘢你平咗咯，然後人哋有錢就買翻你嘅股票，買翻你嘅債券，買翻你其他嘢咁所以美國嘅實力先能夠維持咗幾廿年啊嘛。好啦，而家你同人哋打關稅，而家咧肯定咧啲國家就會報復嘅。嗱，分咗3大類國家，第一類英國同埋新加坡就不會報復，因為英國同新加坡加10%，佢哋覺得咧捱咗佢。捱到特朗普落台咧，可以重新傾過，或者咧就好似澳洲咁樣，希望咧同特朗普咧或者新西蘭咁樣自己 make 個 deal 啦。你話加10%，我哋傾啦，大家盟友傾下傾傾翻嚟咯，睇下有啲嘢你着數，有啲嘢我着數咯，係咪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 make 一個 deal 10%啦，嗰啲人捱咗佢。但係歐洲、日本就似乎會報復啦，中國就已經報復咗啦，宣布咗報復。因為咧，你報復同唔報復咧個分別好大。你報復咧，大家經濟都攬炒，但係就可以咧阻止到特朗普路線係繼續落去。因為中期大選就會輸咯，如果報復嘅話同埋下一屆咧，特朗普咧而家就諗住3連任，3連任好難嘅，因為你要經參眾兩院修改呢個嘅憲法，修改憲法要2/3議員通過，做唔到嘅。但係特朗普仲有好多 tricky 嘅方法，佢可以學普京㗎嘛。揾曼斯選總統，佢做國務卿咪得咯，然後咪架空總統咯，架空副總統啦，即係唔係唔得噶嘛，係可以嘅。咁所以咧，而家咧歐洲佢哋咧極大機會會報復啦，呢個日本、韓國、歐洲極大機會報復。咁佢哋報復咧就唔需要複雜噶，你只需要針對美國嘅農產品報復就得噶咯，同埋鋼鐵，即係特朗普嘅票倉。我都話揸住佢幾個搖擺州份，等佢啲搖擺賓州啊、搖擺咩州啊，唔好揈嚟揈去，你揸死佢。你只需要對佢嘅農產品實施呢個嘅懲罰性報復關稅。咁呢個美國咧，個農產品出口越困難嘅話咧，即係佢中期大選輸嘅機會越大。呢個係七傷拳嚟嘅，但係咧就可以阻止到特朗普路線繼續行落去。所以我認為咧，喺歐洲為首嘅日本、韓國、加拿大呢啲咧報復嘅機會率係極高，因為如果你唔重錘打翻日本咧，唔係重錘打翻特朗普咧，特朗普路線咧有啲人會覺得 work， 一旦 work 咧就係會延續落去嘅。而家特朗普就係做緊毛澤東做嘅嘢，毛澤東又係挑戰一個經濟學幾百年嚟嘅概念啊嘛，幾百年嚟有人話俾佢知有邊際報酬遞減定律噶嘛。但係唔係，特朗普咧，即係幾百年嚟，啲人話俾佢知有比較優勢概念嘅，關稅應該係有比較優勢嘅，而呢個所有經濟學家20幾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聯署反對佢呢個關稅政策，前財長 WTO 全部出嚟反對，而家佢就係要徹底挑戰呢個幾百年嚟嘅常識，佢成功咗咪好似毛澤東咁，如果成功咗咪攞諾貝爾經濟學獎咯，如果失敗咗咧，就係攞全球經濟去葬送嘅。咁所以而家啲西方國家自由民主社會咧，
係理應一致去反對佢喎，唔可以俾呢種路線延續。上次美國有人試圖用呢一啲方法去挑戰國際秩序咧，嗰個人叫咩名咧？嗰個人叫胡佛總統。胡佛總統時期1930年就推出咗一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結果咧歐洲報復，美國繼續報復歐洲，導致到咧歐洲同美國經濟大衰退。因為咧歐洲經濟大衰退啊嘛，所以咧點啊？歐洲咧高失業率就徵兵打仗啦，利用軍工業去轉移經濟問題啊嘛。所以上一次美國推出關稅已經，其實特朗普而家做嘅嘢已經即係喺70-80年前已經試過噶啦，完全係試過晒嘅呢個胡佛法案啊，胡佛時期，其實大家都共和黨人啦，所以特朗普做嘅嘢1930年啲人做過啦，結果就爆發第2次世界大戰，而家佢再挑戰到呢一次嘅概念，仲有人係掰佢嘅喎，嗰啲人係完全即係違反經濟常識。我唔係話你錯啊，你係違反經濟常識，所以你而家仲買咗美股咧，咁你即係證明冇聽我講啦咁我就話特朗普一上台一定要沽晒啲美股佢嘅因為預期㗎啦。咁美股喺過去嗰4-5年咧係繁榮拜登繁榮我叫做。咁呢個拜登繁榮咧就係中產階級嘅繁榮，精英嘅繁榮，啲窮人梗係覺得辛苦嘅，呢個係正常嘅窮人佢哋覺得經濟唔好，覺得啲嘢越嚟越貴因為佢哋冇資產嘛，資產升值對佢嚟講冇着數嘛。特朗普就係吸納咗呢啲支持者，希望咧重塑呢個國際秩序、世界秩序。咁所以我自己認為而家歐洲、日本、韓國應該要了解邊一個先係世界第一頭號敵人。你要明白喎，因為關稅如果你淨係針對中國嘅，咁中國係會受打擊啊。但係今次係針對全球，咁所以啲廠反而會搬翻去中國。所以港股咧好多上市都係大陸嘅企業啊嘛，佢哋受嘅影響相對係較細嘅。咁但係當然前提就係咧中國咧又擴大咗呢個報復。咁如果當佢擴大報復嘅時期，佢又會懟翻佢噶嘛，咁所以對中國咧都未必樂觀嘅。港股咧短期避險係可以嘅，長期咧如果懟嚟懟去嘅話咧，好可能又會出現咗好大嘅問題所以而家全球經濟大亂都冇辦法噶啦。咁但係問題，如果民主社會、自由社會能夠團結一致，殲滅特朗普政權咧，咁就可以解決到喎。頭先我解釋咗並非難事嚟喎，只要齊心一齊抵制呢個美國嘅農產品。令到佢所有搖擺州份咧係碾死佢，咁所以特朗普中期選舉就會必然大敗但係當然你中間呢1-2年咧，你一定係會痛苦嘅，因為你碾死佢嘅話咧，特朗普亦都會回擊你噶嘛，互相回擊嘅情況底下一定要捱2年。但係如果你唔係咁做咧，特朗普路線一旦延長落去咧，下一個可能曼斯做或者特朗普其他人做，咁變成咗胡佛時代所面對住嘅嘢又會重新翻嚟。第二步美元必然會貶值喎，因為佢而家你對人哋主要國家所有國家打關稅戰，人哋就會減低使用美元噶啦，減低購買你嘅貨品啦，你加人哋又加嘛，咁人哋國家係賺少咗錢喎喺呢個關稅貿易戰情況底下，佢哋就會買少咗美國嘅股票同債券，咁所以咧美元咧同美股咧就會持續蕭條低迷噶咯。呢樣嘢就係喺未來幾年咧係可以預見嘅情況喎。咁所以其實如果歐美國家咧、日本、韓國咧夠齊心加拿大而家就即刻宣布喺未來2年唔買美股啊嘛限制佢哋國內嘅基金去買美股，就一下可以重挫美股重挫美匯。咁用咁嘅方法先能夠令到特朗普路線咧係可以終止嘅。即係一般情況底下，有一啲嘢你攞着數，有啲嘢人哋攞着數，特朗普就唔係嘅，佢要攞晒所有嘢着數。咁你攞晒所有嘢着數啦，人哋如果齊心一致打你，其實係即係出師有名嘅喎。呢個世界冇可能所有嘢俾你攞晒着數喎。